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公视第二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来看为期3天的 G7 7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将结束，除了贸易和区域局势等的问题，嘛特别指出香港反送中议题。各国领导人伫台湾时间今仔透早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遵守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自治，避免暴力。 Enfin, nous avons échangé sur Hong Kong. Sur ce point, nous avons acté aussi d'un message très clair. Le G7 réaffirme l'existence et l'importance de la déclaration sino-britannique de 1984 sur Hong Kong et appelle à éviter les violences. 这是主办国法国总统马克龙第2日 G7 会后记者会谈话甲共同声明的内容同款，伊并无直接点名中国，也毋过呼吁签署双方会使充分尊重的这份历史性协议的内容，保障香港自治。声明毋但针对香港，嘛针对贸易、伊朗、哥伦比亚还有乌克兰的问题发表看法，嘛讲到德国、法国打算要举办诺曼底模式高峰会。 邀请乌克兰、罗西亚4个国家来想办法解决目前乌克兰东部的冲突问题。再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第2个游行，香港警方毋但头一遍使用警枪开枪警告示威者，嘛甲一位12岁查甫囡仔抓起来。警方表示，目前这个囡仔是伫病院内底，其他并无得知。加一寡说明哦，香港民主派议员也批评警方的做法是让香港的民众愈加不满尔。 民众摕着雨伞伫咧警察，另外一边摕着警棍盾牌的警方是面对摕着棍仔的穿乌衫的示威者对面而来。一时间，示威者全数拢向前冲，而伫这混乱的场面中，雄雄听到枪声。枪声了后，示威民众回头走向后壁，警方摕着短枪对着示威者，其中一个中年的查甫人跪伫涂骹讲莫开枪，叫是互警察大力踢落去。警察继续摕着短枪来对向民众。 香港警方随即在透早开记者会说明，伫荃湾这是对天开枪事件，而且受到步兵攻击，使用武力是必须要甲合理的。警方是真勇敢，而这是反送中运动中香港警察所开的真实的头一枪。另外，加上迄天下晡港府也开出水炮车，民主派议员举行记者会来批评这款的执法。我哋見到佢嘅咧就係出水炮車，喺冇需要底下係攞槍出嚟，甚至開咗槍。 呢個就係林鄭嘅回應，簡直係令香港所有人咧係憤怒嘅。民主派議員也認為，民間堅持5大訴求，特首林鄭月娥若是無面對軍隊，就算推動這個協調嘅平台也未成功。而家我哋係冇分歧嘅，我哋嘅社會並冇分歧，咁一定係拖時間嘅。 二日下晡3點外，警方登來現場，封鎖這個沙主道來找槍支。結果在下晡4點，再舉行記者會，講開槍攏是因為示威者威脅到警察的人身安全。Our officer fell down, but rioters still charged him brutally. Our officers' lives were in great danger. One officer fired a warning shot into the air. No one was hit. 报案警方开枪，早起在湾仔税务大楼，网友发起争执行动，也有人摕着牌啊，呼吁警方我缴税啊，你敢会使卖开枪嘞？而这一枪也互中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讲，北京已经做好武力镇压准备，甲进前部分有切同款，认为中共可能以10月1号建国70年活动正做期限，伫进前来平息香港的示威。记者综合报道。
刷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日报纸新闻。中国时报是指出，新北市中和区爆发今年第2件本土躯干病的病例哦，是一位60多岁女性，躯干病镜头甲天狗咧是差不多，嘛是透过网糖来传染哦。这个病人伫8月23发烧就医，伊病院是通报天狗咧来送化验，结果是躯干病的病毒，因为7月开始哦发生真侪件为缅甸传转来国内的病例。这件事嘛提升缅甸旅游疫情变成是第2级的警示。再来看自由时报是指出，台北市社会局上近9月开始推出托婴中心宾监必有排除的制度，原本家庭以上的宾监会使维持3年，新制度开始后，只要发现严重违规，宾监结果就马上来降为1级，马上要公布给家长来知影。再来看《苹果日报》有一座大约半个台北市大小负责亲像一个大型的牌仔，即马伫太平洋顶头的漂流。专家是认为可能是来自东家附近一座海底火山喷发形成的，按算1年后会飘到澳洲，成为大堡礁的成员。继续来看，印尼预计要为2024年开始迁移首都。印尼的总统佐科威昨晚开记者会公布新的首都，应该选伫婆罗洲跟东加里曼丹省这2个所在。伊嘛表示讲因为这的天灾较少，战略的位置嘛好，也毋过并无讲出确定的首都的地点。印尼首都雅加达有超过1000万人，首都宽阁是破3成班。不过，这城市毋面对第3下陷危机。专家阁讲，30年了后，城市恐怕有1/3会向海水引起。印尼总统佐科威过去捌讲过刷首都的议题，26调开记者会宣布新首都的地点。Hasil kajian-kajian tersebut menyimpulkan bahwa lokasi ibu kota baru yang paling ideal adalah sebagian Kabupaten Penajam Pasar Utara dan sebagian di Kabupaten Kutai Kartanegara Provinsi Kalimantan Timur。印尼媒体报道，明年之前会展开新首都的建设工程，希望为2024年开始分阶段刷首都。印尼总统佐科威今年7月连任。10月展开第2任的5年任期，拄好会伫2024年届满。印尼政府估计，刷首都要开差不多466条印尼币，差不多新台币1条27亿。其中差不多10%的经费由公务预算支出，大部分的工程希望会当鼓励公民营合作方式完成。佐科威嘛强调，新首都的地点有真侪好处。Risiko bencana minimal, baik bencana banjir, gempa bumi, tsunami, kebakaran hutan, gunung berapi, dan tanah longsor. Yang kedua, lokasinya yang strategis, berada di tengah-tengah Indonesia. Yang ketiga, berdekatan dengan wilayah perkotaan yang sudah berkembang。佐科威阁指出，刷首都就促进印尼区域平衡发展。伊讲，不管是为人口、交通、环境、甲水资源问题来看，拢袂当阁互雅加达甲爪哇岛的负担伤重。目前雅加达面对第3下陷危机，雅加达北部平均1年会下降25公分，海边的贫民区早就比海面低2-3公尺，要淹水情形。佐科威7月捌表示，会伫雅加达周边起大型的爆发，避免去海水淹入来。若伫刷首都了后，原本的首都雅加达还是继续发展，变作区域甲全球的商业中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各地天气拢是侪份好天哦，也毋过温度有可能会比前几天较悬，北北基佮桃园有可能会伫36度以上，西部佮东北部地区哦，嘛会到35度、36度，花莲台东地区是33度左右。各地紫外线的指数拢偏悬，天气是真热热，爱特别注意，毋通掉沙，嘛爱定定补充水分，因为目前哦台湾天顶有高压带，所以水汽是减少哦，只有东南部佮恒春地区会落1点仔雨，山区伫过昼了会有雷阵雨，观众朋友嘛要特别注意。目前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有一个低气压，昨嘛增强为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形成
轻度风台哦，也毋过目前是预测未来有可能会往南海的方向来移动，暂时对台湾哦并无什么影响。继续来看，风台已经离开，也毋过台东哦，前2日因为落大雨影响，南行公路摩天的路段路中出现一条20公分宽的壁船。这条公路为莫拉克洪灾了后哦，只要一落大雨就崩哦，交通就中断，关山的路段一定给抢修，按算今仔下晡就会使通车。南海公路顶面一条差不多20公分宽的壁船对车路中划过去，深度有80公分深。顶礼拜六，北陆风台为台东带来强烈的超大水雨，台东县摩天岭的居民礼拜暗时10点，伫咧河骹看到这条壁船，对大雨愈来愈深，壁船嘛愈来愈大，好在地居民拢真惊。蛮提心吊胆的啦，因为一直垮，也造成我们生活不方便啦。从八八水灾就那个路基塌陷嘛，有台风大雨的话，它就会垮。我们期待政府可以帮忙那个加强那个它的建设啦。这条壁船出现伫南海公路东段168公里摩天段的路面，居民指出，目前路面阁有1尺宽会通通行。这段南海公路由长寸段，对不落去的风灾了后，地基崩塌，抢修了后，若遇到风台大雨，嘛是会再次崩塌。另外，受风台影响到的阁有南海的向阳到离岛，有4个路段土石未在，崩塌中断。公路总局关山工务段已经派员抢修。因为路基都还在哈。它路面有一些开裂，那我们明天就会把它做一个抛除，然后重新回填及配料的这个动作，大概1天就可以把那个路修顺。关山工务段表示，拜一尾暗仔会当先抢修出一条暂时的车道，会阁再加强摩天段的地面吞路作业，按算拜2下晡5点进前会当抢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东县哦，因为风台带来的雨势是真大，山林的做大水哦，出海口出现真侪水流差，嫌富工渔港哦，嘛拢是水流差影响到船的出入。昨有真侪游客想要改坐飞轮机，也毋过机场嘛是塌。受到风台了后西南气流的影响，造成山区有真侪大水叉起风强落来，对海流流入去台东县的富工渔港。规个港区拢起雨叉塌掉咧，渔民袂当出海作业，影响到生活。农民讲损失，还佫有政府补助，渔民厝安尼要政府敢有咧补助唔无？停伫咧富工港往回绿岛的客轮，嘛去互大水叉围掉咧，袂顶袂动。真侪要去绿岛的游客，行程临时去用取消。游览车要去绿岛的游客，干那会当坐港区一连就来离开。客轮业者紧急搭告失败，取消8月2日归港台东往回绿岛的航班。对，没想到遇到这种情况，结果就只能回家，不然怎么办？昨天还说可以啊，今天说不行了。坐袂到船，游客想要改坐飞轮机，结果去机场了后，却发现真侪人伫排补位，更较无奈。今天应该我看很难补上。渔港去大水叉塌掉咧的代志，20年之前布拉克风台嘛捌发生过。渔民怨讲县政府无做防范措施，县政府表示会伫2天内派机械甲航道清出来，互船会当行。已经有88风灾的案例了哈，应该都能够赶快的来防范。这个是看整个大环境了，我们预计在最慢在2天的时间内，港区的部分会做处理。受到富工港大水叉塌掉咧影响，初步估计超有2000外游客无法度去绿岛，毋过往回南苏的客轮会拄南苏驶去成功渔港来接运旅客，这2天车民众就要密切注意船帮的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建设科一位县长的科长张透早，当时发现伊倒伫办公室碰椅，嘛已经无喘气。警消人员赶到现场，确定科长已经过身真久。南投乡长仁爱乡长吴文忠是表示哦，因为风台，科长为8月24心理应变中心了，就一直真无闲，敢是过劳造成的，爱个调查。仁爱乡公所内面气氛真沉重，几天的大雨总算停落来，南投仁爱山区恢复平静。但是负责在首项地方基础建设科县长的科长，2日早起被发现倒伫咧办公室的碰椅，已经无喘气。是非常的辛劳，他这几天的状况。
对勘灾的相片看到张科长清查轻便，只要公所的勘灾也是在收工停，一定会亲身去到现场。主本伫公所服务3单月，今年6月才升做科长，但是自今年每号季开始到6月的超大水雨，以及8月中这波西南风刷地风台过来，山区不是崩塌就是水崩山，建设区的业务嘛增加不少。上个礼拜知道台风要来，他就一直在这边守住。我们仁爱乡已经下了1个礼拜的雨哈，那也造成我们多处的地方都有灾害哈。那这段期间哈，那科长也是都是很忙碌的到现场去会勘。公所的同仁表示，张科长第23暗就伫公所台面，24早起8点开设2级灾害应变中心了后，暗时和乡长等干部留守。25早起8点改拄2级开设，期间有感觉胸坎杂，嘛是继续处理公务。但是2被发现无喘气啊，建设区除了负责乡道和东路的维护，若是风灾要来，除了抢通道路，阁爱通报公务单和开口客户厂商。公所道路部队嘛爱协助公务单抢通，业务会当讲真重。当然，我们自己当主管还是会比较放不下心，虽然不是自己轮值，但是还是可能心都还是会在工作上了，甚至人也不敢离开办公室。负责玻璃和仁爱的公务团团长表示，小电线几大天的大水雨，佮再加上风台的影响，工作量增加真济，嘛必须爱和公所互相配合。规工当日在收抢通拢真普遍。虽然张科长希望原因搁爱厘清，但是公单位的辛苦对这嘛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新闻，咱来看总统蔡英文跟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为着台湾隔代问题是你一句我一句。台北市长郭文哲连续2日拢讲，希望总统蔡英文讲好清楚，伊认为的台湾隔代。蔡英文是回应讲，伊反对1国2制，支持香港反送中，甲捍卫民主自由。过去的4年，伊的政见拢是咧实现台湾隔代。2020大选白赢甲绿营一直相战，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佮指名总统蔡英文，除了爱伊交国政可管，而且佮要求蔡英文讲清楚，什么是台湾价值。蔡英文在当选当天晚上说，他只要他当总统的，没有人必须因为他的认同而道歉。2年后你问我什么叫台湾价值，然后现在轮到我问你了，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我要你回答。我是在实践我的台湾价值，比如说我对1国2制台湾方案的回应，我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态度，还有我担任总统以来对台湾的民主自由的生活的方式的捍卫。为着台湾的价值，蔡郭2个人透过媒体来对射。另外一边，过关王3个人想要革命合作。除了郭文哲真大方叫人和郭台铭镇压，佮传出讲郭台铭要找算命的大师来算，结果抽到乌托啊死，互伊决定要伫9月份的时阵来登记联署参选2020总统大选。郭先生应该要忌讳的，就是说不要太过于冲动，然后呢，要能够展现他雄心万丈的勇气。初选的这个结果或者未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预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99分的努力加上1分的信仰。2020过关王刚要革命，冲击到哪里的选情？高雄市长韩国瑜进前讲伫大学的时阵，哪读册哪食头路，去互人质疑讲伫讲白菜，佮讲伊读的是夜间部，互韩国瑜去甲学历证明抛出来，佮讲伊要提告这寡人。我是东吴大学日间部毕业，晚上半工半读去读书，就把文凭给拿出来。那我们跟律师商量，也准备提出法律诉讼，准备提告。因为我觉得抹黑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把爱与包容逼到悬崖旁边，没有办法再退了。韩国瑜强调讲，家己嘛无想要行到这步，毋过台湾民主自由是真珍贵，是大家一定拢爱遵守规定，毋是会使凊彩呢黑白纸甲白白布捏做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时代力量的党主席徐英明将拜会社民党，将对第3世代的合作模式进行会谈。会后因共同提出改革互台湾的路线。徐英明强调，改革互台湾甲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无冲突，也毋过嘛呼吁民进党爱推动修宪法，互小党嘛有机会会使进入国会。亲戚阿手徐英明21号接任时代力量党主席，2日就拜会社民党，针对第3势力合作新模式进行会谈。会后共同提出改革互台路线，也呼吁民进党推动修宪，互小党有机会取得国会席次。我想透过便当会讨论的方式，提出一个新的
合作的模式，从政策，甚至从宪改出发，希望真的趁这次选举，趁大家对于台湾有急迫感的时候，不只要抗中保台，更要革新护台。在选战越来越迫近的这个当下呢，有机会能够让台湾最进步的声音进入国会我想以后应该也有很多并肩作战的机会啦。徐永明强调，伊相信总统蔡英文的连任成功，会争取甲民进党合作的可能性。也过要争取时代力量支持民进党，且推动修宪。由时代力量已经伫淡水上山这选区，家己推出人选，甲民进党来相拼。我家也好奇，双方是不是要有合作这个空间？明年的选举的最终其实保卫台湾跟中华民国的主权的。那我相信其他的小绿的政党跟我们民进党的他的大立场跟大方向是一样的。那这样的原则之下，我们都非常乐意来合作。等到未来这个具体主张都比较清楚，甚至说一些选区协调跟合作的一些架构跟方案都确定之后，我们再来谈会比较合适。虽然林辉鹏讲方案确定了才讲，也过民进党强调，甲时代力量合作上，两党无分裂的本钱，即阵已经有通电话，希望两党主席最近能顺利会面。详细来讲，选区协调的部分，离时代力量讲，包含绿党、大连这政党，未来拢会找机会来请教，寻求合作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sam市国中一位姓林的校长，甲几啊位家长、和几啊位家长会长指控讲伊为3年前的4月甲人借钱，欠要6000万，校长已经请示，教育局伫昨下晡嘛已经批准。家长甲本票提出来，婚林百姓国小前家长会长出面指控台中市sam市国中姓林的校长当初是该借280万。虽然大家拢有开本票，还有支票，毋过所拢跳票，落尾要找人的时阵，所拢联络袂到。伊表示真歹接受。从事教育工作者，早互咱伫社会人看的是一个足崇高、足崇尚的迄个职业啊。讲我会知伊弄即种若袂输诈骗的手段来欺骗阮即种家长啊。刘先生讲，今年是透过学校的活动，才甲一个姓林的校长来熟悉。毋过校长利用职务的便利，4月甲人借钱，金额都正万块到正100万不等。目前估计受害者超过30个，大部分拢是中部国校的家长会长，或者是熟悉的家长会成员。目前跳票的金额总共要6000万。有很多也是家长会的会长，来借他钱，但是一般的家长会会长会觉得说，既然校长都这样子，他还想说息事宁人。姓林的校长无愿意对外来回应，毋过教育部接到投诉，嘛甲姓林的校长来初步了解。校长表示，是因为爸爸进前做生意失败，欠真侪钱，表示讲生活压力真大。毋过希望讲会当互伊一寡时间来处理，会豆豆还钱。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会开行政会议来讨论。如果说我们查出来是因为其他的这个不正当的理由所构成的这个负债，那当然我们会进一步这些不正当的理由，我们去加以做一些查处哈。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姓林的校长借钱的关系算是私人的行为，无达成确定违反公务员听改相关法规，敢是有无适任的问题，该讨论。毋过伊个人嘛表明，为着避免影响校务运作，已经甲校长施调，教育局会等姓林的校长正式提出申请了后，才依法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科技大学读电脑工程系姓赖的大学生，顶个月去美国交换学生，也毋过8月19开学的头一天，人就碰见，一直拢找无人。当地警方嘛已经在找人，咱国外交部嘛协助相关的部门来斗3天。今年21岁台湾学生赖同学到美国去读册，团出失去联络。原本计划在澳本大学展开2年的交换生活，无想到8月19开学头一天就无来上课，也无看人。澳本台湾同学会向警方报案，也去大所在看卖，个人行李拢也伫的，也毋过人却是无消无息。手机即阵是关机中。赖同学他个人物品都还在学校的宿舍，好，那就手机好没有发现。那美国账户目前没有任何的异状提领状况。当地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找人，媒体也报道这件代志。台北科大电脑工程系主任接受访问讲，赖同学伫学校表现真好，经过申请参加3+2双联学位交换计划，更加是北科大唯一到澳本读册学生。7月24日厝内底人陪同他到美国阿拉巴马州伫外口租厝。原本是有人甲伊斗阵住一间，不过后来搬离开。离到8月17日，甲厝内人联络也无过样。第二天摕手机甲现金到餐厅去食饭，画面互监视器翕到，却是伊失去联络进前最后的身影。23号是
我们驻亚特兰办事处他们那边接获到了当地的相关的这个侨团以及这个我们的相关的那个学校通知，那么第一时间就来联系警方来协助。罗东学下落不明，家属真着急，决定甲系上的教授李白去美国找人。对此，外交部讲继续甲家属密切联络，也请咱驻亚特兰大办事处透过当地侨社赶紧到找人，希望能真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美中贸易战愈战是愈厉害。川普今仔伫推特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也比以前任何时间愈有意义。川普乐观的谈话嘛马上反映伫股市哦，毋但欧洲的股市起，美国股市嘛全面反弹，三大指数全部拢起1%。继续来看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是表示哦，中国昨暗敲电话予美国贸易谈判人员，表达想要重回谈判桌啊，甲达成贸易协议。川普是讲，双方应该真紧就会展开协商，伊嘛认为应该会有共识。这个消息嘛带动欧洲股市的买气，华尔街股市嘛开出暗盘，道琼工业指数是起23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跟标准普尔指数嘛拢起1%哦。咱台湾股市涨是了183点，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是强调，台湾的总体经济是真好，但毋免上过紧张。目前的阶段，政府嘛无考虑要进场来护盘。再来看日本哦，虽然因的科技是真发展，也毋过因为老人的人口所以真侪，所以无使用现金的行动支付发展是较落后。日本的 7-Eleven 伫顶个月嘛正打推出 7Pay 哦，却因为治安的问题，宣布要开场。若讲到创新科技，日本绝对排头前。不过日本人即阵的消费也是以现金交易为主，电子支付是比袂过其他先进的经济体。在边仔的南韩，差不多有9成的交易拢已经数位化。在咧北欧的时点，更加会伫咧2023年，正做无现金的社会。这是因为日本的治安有够好，根本唔免烦恼有假钱的问题。就算讲身躯派真侪钱出门，嘛唔免烦恼有人会来抢。佮加上日本已经是老人人口占28%的超高龄社会，对老大人来讲，电子支付的概念伤复杂，付现金上贵气。不过，搁再安怎保守，也必须对应着时代。商业区为着要把握中国观光客，在世界拢会使看到支付宝也有阿里 Pay。日本政府打算伫咧东京奥运有大量游客来到这的机会，加强杀无现金的交易。目标是伫咧2025年进前，把电子支付的比例增加到40%，互 Line Pay 也个 Apple Pay 互更加侪人看到。两体银行甲雅虎合作的 PayPay 系统，自路以来就一直杀出点数回馈的方式吸引用户，而且佮以规条点价为单位来吸引人客。PayPay さんの場合は7月の前にはドラッグストアでだけ使えるその 10% 還元っていうのをやってて、やっぱり自分もユーザーなんですけど、じゃあこの機会に使おうと思いますし、その対象のお店を変えてそのキャンペーンをしてくれることでどんどん使う人が増えてくると。2019年被看作是日本电子支付的新战国时代。不过，超商的龙头 7-Eleven 的母公司 7&1 控股，在咧今年7月份杀出 7Pay， 结果才短几工就去互骇客破解，有800多人受害，损失几啊千万的日票。龙头企业的平台安全机制竟然这么邋遢，修理1个月个收袂好势，怎在咧9月底宣布正式停用？民众是对电子支付感觉心惊胆惊，无啥加使用。专家分析，日本为80年代转型时期，就有1:1的科技技术，为电脑到手机啊等等3C 的产品，拢是家己独立的规格，甲国际拢无同。这独立的发展已经特殊网络安全甲技术的发展，无法度甲人比拼。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大型的卖场 Costco 伫台湾已经有13间，也毋过伫中国第一间，今仔才要伫上海开幕。嘛，拄好去拄着中美贸易战哦，敢会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过去法国的家乐福佮英国的 Tesco 伫中国市场拢失败，所以 Costco 的成败，外界嘛拢相当的观察。伫咧美国正出名的大卖场 Costco 头一间设伫咧中国的实体店面，这礼拜伫咧上海要开幕咯。这个刚有真侪当地民众趁正式营运进前，进来加入会员。我之前一直都是在国外或者境外有 Costco 的地方，朋友带进去，因为没有会员卡，可以在非会员地区买，所以每次国外回来就很多箱。
东西买回来。然后上海有了，我就第一时间来办会员卡。Costco 早就伫咧5年前透过阿里巴巴机械天鸟国际网购平台拍入中国嘅市场。经过评估，即阵总算有头一间实体店面，人客主要是设定伫咧中国嘅中山阶级，保守目标是吸引至少10万个会员。不过伫咧即个时机点，海外量贩店想要伫咧中国徛起是真无简单，因为无够了解中国消费者嘅习惯，也阁有拍袂过本土零售业者强势竞争等等嘅因素。即几年包括法国嘅家乐福，也有英国嘅特异购在内，已经有未少外国嘅大型连锁超市豆豆退出中国。佮再加上即阵各咧团嘅中美贸易战，要怎突破，对 Costco 来讲是一大考验。还是有影响没有错，所以我们每一个品项都会去看到底这个品项的价格可不可以卖，所以就变成有的品项真的实在太贵了，所以我们转一个区，比如说一些生鲜，如果本来从美国进，我们现在转到澳洲，假设。有分析师表示，真侪国外零售业者因为对袂到中国电商发展的脚步，无法度提供人客整合上下线全通路销售管道的服务，怎去互踢出去 ？Costco 恐惊也会面临同款的危机。不过 Costco 认为，应遵大量采购、以量制价的策略也是有效，而且中国的市场成熟，消费者已经惯习会员制的 shopping 模式，所以 Costco 唔免搁再费心神，互大家接受新的观念或者是消费模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捷运通车超过10年，虽然这人是愈来愈多，也毋过捷运地下街的店头却愈来愈冷清。也毋过高雄捷运是解说讲，因为店面变多，为138间增加到174间，有85嘛拢甩出去咯。来到高雄捷运美丽岛站，真有名的光之宫顶下边来了真侪游客，但是行对外围的商店街，所发现店街拢无开。比较空了一点，对，比较冷清。坐过台北高雄捷运的民众讲，比起来高雄捷运地下街的店家减真济，开店的嘛无介济。按过高雄捷运回应讲，是资本备用是和无人银行顶开迄变经做商店，空间分化到174间，才会将出租比例扭价到85%。但是整体来讲，并无算低。所谓的群聚嘛，人讲到期嘛。你有到期一定是较有人潮的啊。目前的商店的总数呢是来到了174家，那出租率维持在85%以上，也算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出租率。除了招租率低，某店家跳出来指控高雄捷运有关租金，将每个月8000块的店租起到75000，互因无法度负担，只好离开。小间的是9000，大间的12000，那大间的目前要涨到1个月10万。小间的我们的部分要涨到75000，那我们是手做的部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高雄捷运回应讲，店家使用的空间是备用室，10当前租少，敢若收8000块的管理费，但是今年度空间调整，备用室和无人银行变经做贩卖店纳入收租金的范围，毋是恶意要起租金，为着要提高出租率，卖以通报方式出租，只是出租率低情形，就连捷运外口的店家嘛明显感受到，亲像捷运红线的3道上款，中央公园站外口的中山道嘛出现沿路袂少店面要随人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游客来到台湾，会使自头趁到尾的宝得利集团，捌伫家人渔村买地，嘛要求居民拆除现地，要起度假饭店哦。也毋过，即马中国旅客减少，宝得利嘛拍算要转型，甲土地卖掉。当地居民批评讲，拢已经互因卖穿咯，才讲要转型，无要起饭店，实在是有够恶质。讲你若还袂拆吼，叫我搁拍酒会，伊讲好啊。家人的渔民修剪拍打的石花，虽然伫望海航渔村内面落地生根60外栋，但是其实已经搬走1栋左右。这是趁好天，和新地主宝得利集团借场地做工课。私人的地啦，尾私人的地卖人，毋过私人的地，影像阮拢有家己租，拢有租金嘛，我拢家己租啊。尾个搁卖成功的啊，成功搁卖利益啊，也是迄个宝得利的啊。伊就卖了后，尔无几个月就甲阮。告啊，叫阮拆除用地啊！伫家人80度的望海航渔村，资本带40户左右的居民，但是因为无土地所有权，早年拢是甲私人地主来租地起厝。民国103年，以宝得利集团为主的开发商，甲土地买落来，打算开发做度假饭店，嘛对居民提告拆除用地。但是因为即马中国客减少真济，宝得利打算要转型，无要起啊。
最近透过中人找找新的地主，但是这嘛互居民唔敢相信，一直讲当地已经等于灭村共款。阮遮规庄仔头拢讲去用灭村啊，恶质啦！甲阮拆了了，阮规庄仔头拢好好，甲阮拆了了，大家拢一个人一路去。大饭店一个要动辄几10亿的资金压在上面哦，那个属于重资产。 成本会压资金太大，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就把它卖掉，那可以顺便把供需的一些银行的借款负债还掉。就算现在寒冬的话，也比较能够没有压力嘛。布地利集团表示，当初是甲4笔土地买落来，总共5000多平，后来有和居民和解，给付拆除兄弟费用。居民指出，其实部分诉讼伫咧二审因是拍赢的，后来布地利提出1平5万块的和解金，有的人反倒讲官司继续拍落去袂收煞，只好点头答应。即马土地要再转手，虽然真后悔，但是嘛无可奈何。记者综合报道。 早是无卡路里运动30周年，民间团体举行记者会，认为台湾的少年人长期薪水正低，厝价甲赚的比数已经起到15倍，问题毋但无解决，甚至是愈来愈严重。少年人派东怀怀的路力卡，脚步真叮当。路力卡顶悬大半青年散家买厝无希望，代表台湾的青年要买厝无遐简单。无壳瓜牛30年。 无壳瓜牛30年。826是无卡路里运动30周年。1989年，一群国小老师号召万人夜宿中校东路，优秀市民发起抗议关厝价运动。民团指出，30年后，厝价所得比不断升悬，来到15倍，少年人的薪水拢无起，大的问题也更加困难。房价所得比几乎从8倍窜升到15倍，但是薪资还跟1989年几乎是平行的停滞的状况。 兵团认为，税厝市场真歹，嘛是少年人当着的问题。29岁医疗前线已经对买厝无抱期待，敢若是税厝的储税钱都超过月薪的1/3。没有到1万块以上是不会有比较好的品质的。从22岁到40岁的18年之间，我们都要租屋，但是却没有个好的价格、好的品质、好的选择。 根据内政部统计，2017年全台湾空厝量全国有86万户，上北高雄顶大都就占54万。另外，学生宿舍嘛出问题。国教工会统计，2017年大学生的宿舍缺额有26万，将近5成学生无学生宿舍通住。 民团强调，虽然政府推动社会主体政策，但是管厝价、管厝税钱到宿舍无够，青年居住已经是国安问题，要求政府爱改革房产税制，杜绝炒房地产。当代的青年居住问题视为一个国安的问题，这整个问题会导致台湾整个出生率跟未来的劳动力结构会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民团提出厝价合理化、税厝精专化，毋望政府提出具体政策方案。 会邀请政党代表公开对话。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天停班停课影响正大，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即马是拍算的讨论讲，若是地方政府宣布停班停课，因未马上来宣布停演，若是团队愿意继续来表演的话，就会互表演照常来举行。 灵感来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爱丽丝·梦若的短篇小说《戏出亲爱的人生》，会伫这礼拜6礼拜伫国家戏剧院登场。剧团会当做的是把握时间排练，但是伫咧热天演出，无法度确定的是风台敢会来。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要考量到是不是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因为其实对于团队来讲，如果我们又是自己主办的话，说实在的，票房其实是团队很重要的一块收入。那是关市政府伫咧风台天宣布停班停课，公立的演出场馆一般会关门休馆。基本节目只限来当被迫取消也是延期，但是亲像两厅院要伫咧一当前都要主办场地，一旦停演对剧团来讲损失惨重。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希望风台架对艺文团体 影响更加上低，所以已经和学区的3个场馆、2厅院、台中国家歌剧院、话舞院讨论。当政府宣布停班停课的时阵，是不是会当卖随宣布停演？若是迄天下晡和暗时风雨无介大，剧团嘛愿意，就互因照常演出。如果不是很大的时候，百货公司也开的。 KTV 在唱的，那为什么不能来看表演？那所以我们把它列入在以后租场地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就多一个选择，多一个可能性，让他们有到时候应变的机制存在。不过剧团认为这个议题真两难，无希望新戏化为乌有，但是嘛是爱考虑到工作人员当天提早排练，敢会伫咧风大雨大的交通路里撞到危险。
包含演员以外，还有一些幕后的舞监、一些技术人，他其实很早就必须要来准备。可是说不定可能对观众来讲，晚上看的时间是风平浪静，可是我们要准备要进剧场要工作的期间是风最大、雨最大。但是工会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让这些负责场馆营运工作的人员能够有应有的，就是比如说是加班的津贴。工会认为，若是有影要伫风台天看情形开馆，应该爱给予电影场的员工相陪薪水甲交通津贴。文化部回应，会尊重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决定，但是观众甲劳工的安全拢爱考虑，建议各表艺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再来行事看情形开馆。记者综合报道。为9月初开始全国4600位住院医师会使受到劳基法的保障，也毋过医界嘛讲临床的学习，若是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训练有可能会无够。全国大约有4680名住院医师，对9月1号起的纳入劳基法。即阵各大病院才伫甲住院医师来重新签订合约，也毋过工会就接到无分科的住院医师投诉讲。有病院伫新签订的契约内底，薪水部分敢若写依照住院医师薪资管理办法办理，却是无清楚列出给付方式，烦恼被减少薪水，要病院加付加班费，一下班就加出入卡来刷卡。在劳基法上面的定义是有没有受到这个指挥监督，或者是相关的命令等等的。那非常多的自主学习的活动，其实在劳基法的规范里面，它是允许的。锁卡或者是说医院强制你下班，这些都不是劳基法强制规定的。所以我们这边也要呼吁医院的管理方，就是在记录工时以及在管理住院医师的上班情形，它必须是更有弹性化。根据劳动部公告，未来住院医师轮班制每班无超过13点钟，非轮班制每工正常工时无超过10点钟，每一摆工作连延长工时无超过28点钟，期间应该有短暂休困。总工时上限是每4礼拜320点钟。虽然法令规定只有私立医疗院所住院医师，也有公立医疗院所约聘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不过全国所有住院医师拢适用工时指引，也同步适用劳基法84条之一的议定工时，也就是俗称责任制。若是病院违规，教学病院评鉴中就被扣点。医界也烦恼，临床学习受工时限制了后，训练不足问题会出现。像家医科可能3年半就可以了，可是你如果要训练一个整形外科，他们有时候是要5年6年。那你把它工时限缩在这个框架内的时候，3、5年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说，会不会因为工时的限缩而影响到这个住院医师的这个受训的一些品质跟状况。面对各界忧心，卫福部长陈时中发出公开批，医师纳劳基法首要条件就是工时问题。另外一个关键是人力，新制实施了后，也是继续收集病院劳资双方意见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桃园印刷电路板的制作商电影决定要甲桃园旧山厂卖掉，嘛要租客420名的员工。桃园市劳工局表示会特别注意。机房正空，雷射切割半自动化的闪线，24小时开机，员工2班制无休赶工。这是印刷电路板大厂电影伫咧桃园旧山厂区，厂区外口的围墙挂着本厂房公开标售的布条现场充满着假气压，因为集团规划要将闪线整并，按算伫咧10月中处分桃园旧山厂，一夜都死掉420位劳工。之前，因为我的小孩子还小，大部分都是之前对，因为到海外就是距离太远了。因为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所以说那时候订单的影响大概会有10到20%。客户不管在订单或者是在拉货的状况都变得有延迟的现象。电影电子发言人强调，桃园厂区的闪线差不多占所有产能的1成，但是已经登记了7、8档，搁再加上最近美中贸易战的冲击，订单减少真济，才会决定要标售占地差不多3000平的桃园厂。若是被租赁的420位员工会依法还租赁费，桃园市都当局是表示会全力协助转介去相关的 PCB 厂接头路。如果有要求职或者是申请失业给付的相关的这一个工作，我们都会来做协助这样。电影公司聘请的外籍劳工差不多有132个人。桃园市都当局表示，电影并无积欠薪水的情形，后续若是需要转出安达也是回国，都当局卖协助，并且依法要求要给付租赁费。记者综合报道。
儿童文学创作嘅研究者盛家辉，伊非常关心儿童人权，伊嘛得到今年金奖嘅特别贡献奖哦。原本预计颁奖典礼会伫9月12日举行，毋过伊因为得到真罕见嘅癌症，伊家己讲，医生是讲伊嘅时间恐惊无济咯，所以行政院长苏贞昌张德新颁奖予伊。虽然伊得到癌症，儿童文学作家邢家辉伫因人的陪伴甲照顾，坐轮椅来行政伊的礼堂，因为有一阵仔无看到伊文学界好朋友，佮讲甲喉更甜。为了我一个人又过来这边，我也很过意不去。那我想，这是我这辈子得到最高也是最荣耀的一个场合。原本金鼎奖的颁奖典礼伫9月10日，毋过邢家辉真正伫人面前讲，可能等未到迄天。经过立委苏家辉的牵线，行政院长苏贞昌临时决定讲，要先邀请伊来行政伊，而且颁予伊特别贡献奖的奖座。佳慧标举出更为激进的儿童权利的观念，标举儿童也是公民，具有社会的发言权。他不断地为此书写。无因为对象是儿童，就限制创作的主题。蝴蝶蕊蕊讲性侵，希望小提琴讲白色恐怖，还佫有真侪作品，甲土地认同等等的议题有关系。伊嘛感谢有真侪人予伊支持，还佫有台湾的社会予伊勇气。我每次在try一个新的议题的时候，我一个人忐忑不安。可是要是没有出版社的支持，要是没有读者的支持，一波一波的这样子支持着我。不会有第2本、第3本、第4本。有真侪代志想要做，就惊做的佫无够济，好加在社会接受，才会当继续来创作儿童文学。邢家辉讲，这个奖是属于大家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的北投国小有一位老师叫廖玉德，因为国小3年级就开始写毛笔字哦，捌得到全国毛笔字比赛冠军。因为写毛笔字爱工具，所以伊即马拢利用一般的笔来练字，嘛希望会使互愈较侪人来熟悉写字的艺术。一字一字豆豆啊写，伊是廖玉德，练笔是伊逐工拢爱做的代志。伊讲写毛笔字，就甲学赛车同款，爱豆豆啊来。不要写太多，我们要的不是数量，我们要的是它能够写好。它其实它写久了，它就可以慢慢的加速，就像我们学开车一样，一开始一定是慢慢开。如果一开始就开很快，那可能就会横冲直撞。廖玉德为小学3年时就开始学写毛笔字，伊对字真有研究，一直到读高中毕业有10年的时间，拢在练字。伊讲伊家己无天分，参加几届的毛笔字比赛拢无得顶，不过伊也是继续练习。总算伫伊25岁的迄一年，摕到全国毛笔字的比赛冠军。伊摕出伊上介意的毛笔家的作品，伊讲只要有一支定笔，到对拢会使练。一个元朝的书法家叫赵孟頫，他所写的这个书法的作品，那他的字其实是很漂亮的。那我们就是用铅笔、圆珠笔，甚至是粉笔，不管是任何工具、硬笔的工具，那就去模仿他的字、他的字形，甚至连粗细都可以去模仿，这样才有办法写出所谓的美感。时代伫咧进步，要重心静落来，写字的人即阵已经无济啊。廖玉德用定笔字传达美感，也鼓励别人写字，表达家己上水的生活态度。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若要食牛油果哦，只有国外进口介绍阁真贵，毋过即马国内嘛种真济。南投水利咖啡3小班的班长李玉红哦，原本是种咖啡，后来嘛改种牛油果，伊嘛种甲真成功，咱嘛做伙来看卖。这丛阿沃卡罗的树丛已经生甲真大丛，佮结了真侪果子。无讲你可能掠准这是虾米种阿沃卡罗，也就是人讲的牛油果果子园。不过这其实是一个咖啡园，这个阿沃卡罗其实是种要来替咖啡豆炸日头。不过这2年却愈生愈好。李玉红班长这阵已经种30多种的阿沃卡罗啊。也有经验，你毋是敢讲你敢册看看，你就会晓种。所以讲这落里哦。种成水袂生，种成歹佫惊死去，我就讲生淡嘛死，生打嘛死，所以讲种落嚟爱有相当的技术，迄个困难度。
原本只是种要来替咖啡树炸日头的阿波卡洛树，却意外被发现，伫咧南投水里的天气甲海拔正适合阿波卡洛生长。咱闽河吼，较早做白石埔，这个海拔哦都380户吼，都种落梨上哈，落梨先寒嘛吼，伊是热带的植物啊，伊种落梨吼，会当增加咱的收入。你嘛会使像姚峰兄，伊这嘛有种咖啡，嘛甲伊共款种咖啡啊，过来种落梨。落梨我拄正嘛有看，落梨我种甲足水足大粒的，伊我嘛鼓励全民讲像姚峰兄安尼种。阿波卡罗也就是人讲的牛油果，有真侪维生素甲纤维，营养成分高，可以当预防心血管疾病。李班长讲，产期会维持到明年年初。另外，若是有来南投水里的咖啡产销班，会当买阿波卡罗混瓦萨米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热浪一直落雨，当个开花蜜枣授粉的情形是无讲介好，农民是真烦恼，讲今年蜜枣的产量个继续恐惊会无介好。最近大雨直直落，唔但影响到当日采收的农作物，连当日开花的蜜枣、烂花授粉的状况嘛无偌好。农民烦恼照花催花的蜜枣产期有可能会撑着，若是和后续正常产期的蜜枣提供体做花大出，继续可能会落。今年过年会比往年来得早一些，那产期如果集中的话，那相对压力会比较大。今年热天雨水上高，部分的农民搭鸡啊、网啊来挡风雨，唔过嘛无法度顾到果果神的状况，一蕊一蕊滴滴蕊仔的白花，等无通拖来浪花。那枣子如果有灯罩产期的，目前是进入开花结果期，但是这一段时间的下雨量又更大，枣子开花并没有授粉昆虫，而且在下雨的当中，其实花的花芽分化并不好，所以授粉的状况并不好。所以蜜枣的生产差不多是9月15到20之间有，然后结果的较无影响。目前大概这1个月就是要拼开花、拼授粉。专家提醒讲，树枝若受到风台影响，损伤就要紧加掉。另外，袂使喷5000杯的叶面肥来补充营养。接落来，佮叶开花肥，互花开了旺佮香，会使增加调果率。屏东县农业处为着避免蜜枣的产期太过集中，会会当高雄农改场建议调整产期的方式。县府嘛按算要伫8月底推出蜜枣的保险，希望互枣农加一层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的沿海因为风真透，所以树啊是真恶种。也毋过伫大西乡绿化的做了袂歹，已经种超过800丛的树啊嘛佫有规划人会使去散步的步道，佫有运动公园。那么做伙来看卖。大片的绿地和树仔，互人感觉是真舒适。原本以养殖业为主的大西乡光华村，因为村长丁金城对民国87年开始就种真侪树仔，将来经过绿美化了后，就算是即马遮尔翕热的天气，因为有树通炸日，嘛袂互人感觉热甲挡袂牢。伊窟就是像啊拢像啊豆豆吞吐起来。啊，像啊变发像啊草布啦，就是慢慢像啊为即只周庄的周种树啊，吼啊即只就要得发一寡在老人囡仔吼，透早啦运动啦吼，你要按带孙哦来遮佚佗。只要加入去到庄头，就会发现庄内绿美化实在做了真好，甚至阁有规划步道和运动公园，提供予村民休凉。尤其伊选择的树种，若到开花期，花是开甲水当当。这嘛变做是地方的观光景点之一。想要转到咱这个这个光华村的这个所在做10只这个地造型登记啊，最主要是讲要互外来的一寡一寡游客吼，啊一寡外来一寡游客哦，会知影讲啊来到看到这个10只。地登记造型就是知影讲啊，这地名，这所在已经够啊。云林的海线因为环境歹、海风透，树仔实在恶种。毋过因为村长的用心，互光华村的绿美化做甲真好，毋但互村民有一个舒适的环境通休凉，嘛因为树仔的特性，会使丰富沿海地区的自然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信义的自强村有一条老街已经30多年拢无整修，地方是争取到经费重新来整理嘛提供解说服务，希望使予游客来了解自强村的开发历史。
一道一道的壁顶，为在地雾山山里的风景、南投县义的地方历史埋拢伫遮。这条老街真早就开发，即卖是往琉璃港之桥一定要经过的所在。这摆地方争取到客委会千外万的补助，这菜画拢是照在地居民的愿望所设计。热闹一点，丰富一点，有的喜欢注重那个在地的特色嘛，好比说这边有客家啊。福佬什么原住民哦，早时啊起来吼，看到阮厝面头前吼，为这山水画吼，那个风景的啦，哦，看着心情都蛮好的，很高兴啊！啊，这个是我们自强村的一个特色啊。这条自强村的远部老街，较早是原住民甲客家族群买卖的所在。不过时代变迁，这条老街超过30年唔捌过换。老街市科委的工程已经完工，未来会提供导览解说服务，要让游客了解自强村的开发历史。玻璃墙该银行下来就啲啊，今日行该平嘛做得，为行两平嘛做得。啊，今日行两平咧，演村中咧有该导览解说人员，为了去介绍讲，你土是别个意思。信义寒天会当赏梅花，四季报真侪游客来琉璃港之桥观光。这条老街过番征收，庄头的居民嘛准备好，要向所有的游客介绍这个雾山人情，拢亲像梅花遐尼水的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